为了要让偏向身心障碍时代会当加减出来运动，中华民国青少年运动协会伫家己东州举办陪伴比赛，这项活动今年已经是第2届咯，参加人数300多人，嘛比去年佫较侪。身心障碍时代伫陪伴教练的指导之下，大家人拢爽了真欢喜。家己县东石乡针对身心障碍时代举办陪伴比赛，或时代嘛有运动比赛机会。每个人的身心障碍程度、退化的程度都不一样。我们在看这件事很简单啊，有的手部功能受限，对他是很困难的。这项比赛伫东石乡已经举办第2届，这届来参加的人嘛比去年佫较侪。中华民国青少年体育协会表示，偏向身心障碍时代真弱势，所以才想要投入资源来到这。我们办的这场活动，其实给他们呢，真的不是只有在金钱方面啊，或者是在很多物质上面，而是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走出户外来，然后我们呢，也给他们最大的一个陪伴。目前家己县有影身心障碍手册的人大约有3万多人，占县内人口7%。家己县站长自强协会表示，身心障碍人骹手退化的速度比一般人佫较紧，希望会当豆豆仔来增加活动的举办，互身心障碍时代培养运动的习惯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